为着要让民众深入了解老大人人生的故事，华山基金会甲家己大学举办7天的展览，以生命的故事甲再会等等6个主题来做这个展览，希望会当透过这个内容，互来参观的人会当感受到这个集会人因人生的高度甲深度。 学生穿专门模拟老人翘久的衫，体验行路爬楼梯时的无方便。华山基金会甲家己大学合作，举办一场以老大人生命过程做主题的展览。内底除了有学生对长辈的记录甲访谈以外，阁有会当亲身感受身体老化的体验活动。体验过，你就会知道说，真的就是那个不方便的感觉，然后。 你也会比较能够感同身受。做伙开讲的过程中，会当学到讲伊人生的智慧，嘛会当更加了解讲安怎和阿嬷相处。在这场展览当中，除了有紹介长輩較早生活的記憶以外，華山基金會閣特別設計個別式的展覽主題。基金會表示，生甲死的議題，大家攏愛面對，希望透過這個展覽，讓生命教育會當有更加深的意義。 把一个比较严肃，然后比较竞技的话题，用一个比较浅显，然后比较温暖的方式表达出来。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展区，然后去呈现出更多不一样的一些人生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课题。 華山基金會表示，這是頭屆配合學校做伙舉辦的展覽，希望讓學生對老大人的生活甲記憶有更加深的認識以外，嘛希望讓社會對咱身軀邊的老大人會當加一份關心甲體貼。記者林慧萍家己報道。